徛在地看世界，来看全球新冠病毒确诊的人数已经超过7610万例，这个死亡的人数嘛超过647000人。疫情上严重的美国确诊的病例数高达423万例，也就是讲，全世界每4、5个确诊者当中，都有一个是美国人。不过，这个中南美洲的国家全部加起来的确诊的病例，伫顶礼拜六嘛超过430万例，已经超过北美洲的美国甲加拿大的总和。其中，由于巴西疫情上介严重，所以巴西嘛来宣布讲，2020年的跨年宴会来取消，嘉年华会嘛无限期来延期。巴西里约跨年放宴会，逐年拢吸引300万人。但是受到疫情的影响，即马宣布讲，2020年的新年无爱放宴会啊，还有每年2月举行的嘉年华，即马嘛延后。连巴西上有名的街道上，即马嘛挂嘴暗。 Fiesta de arrebentar mesmo, mas se não tiver a festa aqui com aquela população, não tem rio. 无 party 无人潮，才就无成里约啊！跨年放宴会啊，佮嘉年华拢是巴西上重要的观光资源。虽然讲离跨年啊佮有5个月，但是即马全球的疫情时好时歹，所以巴西决定讲停办，省去无必要的投资。国外统计顶礼拜六25号，中南美确诊的病例，第一摆比美国和加拿大加起来佮较侪，全球疫情。 第二严重的巴西确诊的病例超过240万例。即马全球疫情排头20名的国家，中南美就占5个，其中3个排头10名。厄瓜多有一个查甫囡仔带伊的狗出门，伊坚持要替狗仔挂喙暗，这影片即马伫网络顶悬传来传去，你就会知影讲当地疫情有偌严重。再来看美国。 地图顶悬代表稳定的是青色，加州的疫情有较血啊，佛州的疫情嘛较稳定啊。但是斟酌看，7月以来，逐天新增加的病例超过1万人的佛州，已经超过纽约州，变成是全美国确诊的病例第2多州。全美国死亡的病例嘛连续5天拢超过1000例，一天新增加的病例嘛已经来到新高纪录74000例。美国疫情慢慢失控了，总统的选举即马剩98天，川普若是提不出防疫的对策，选情就不妙了。